美國3-2擊敗塞內加爾，世界盃前最大嘅強心針。各位球迷啊，世界盃仲有9日左右就開波啦，係咪好興奮呢？嗱，美國隊咧喺熱身賽以3-2擊敗咗世界排名第14位嘅塞內加爾，呢場波對美國咧簡直係一支強心針㗎。嗱，開賽只係7分鐘，美國隊就由迪斯特接應普魯什嘅助攻咧先開紀錄，之後普魯什自己咧都再入一球喎。半場就領先2-1啦。最令人鼓舞咧就係普魯什自己咧打破咗自己有8場未入過波嘅入球荒，今場咧交咗1球助攻同埋1個入球，揾翻咗自己做美國頭號球星嘅感覺啊！不過咧美國隊嘅問題咧都係好明顯嘅，喺領先2-0嘅時候咧，後防犯咗2次犯錯，俾咗沙迪奧文尼把握機會追成2-2。嗱，面對世界級前鋒呢，美國隊嘅防守集中力依然係要改善㗎。不過好彩喎，下半場巴洛根射入致勝1球，最後就幫美國保持住勝局，3-2贏咗呢場波。進攻方面呢，美國隊呢踢得有速度有創造力，尤其係普魯什啦、巴洛根啦同埋尼迪斯特呢之間嘅合作配合都係好相當有睇頭㗎，令到主辦國嘅潛力呢真係大大提升㗎。嗱，總括而言呢，進攻我就會俾8分啦，防守我就俾6分。但係對於世界排名16嘅美國隊嚟講呢，可以打敗世界排名14嘅塞內加爾呢，呢一個係真係好令人振奮嘅信號。今屆世界盃主場出擊，美國隊有機會打入16強甚至8強，大家一定要繼續留意支持我哋嘅主辦國美國隊。